免心闲人模样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安怎讲呀？我的意思就是讲哦，你莫安尼目睭金金看人讲，哎哟，你若开辫子啦，哎哟，你啊看因某挂迄个一卡啦还是三卡啦的泉石手指啊，心身拢无咯，嘿啊，心身拢无路用，爱靠家己拍拼。看咱哦拍拼会出来，讲亲像有人安尼甲人买辫子啦，买泉石啦，买羊肉啦，安尼就是靠家己才对啦。是，对嘛是拢安尼啦。莫讲我则来。莫讲啦，我讲迄就是讲出门双手，敢若两片姜。哎呦！嘿，你毋通看双手安尼空空无啥货，但是伊若发挥伊的力量啊，哦，敢若姜咧，安尼会热会险。所以讲，无论什么代志，咱来拍拼，啊成功的一天啊，就倒转来。所以你安尼看，咱双手会险哦。安尼你讲的跟我差不多意思啦。爱拼啊，才会赢。煞我还袂讲咧，拜托诶。我要讲的这句成语实在是比恁两个意义较重。哦。讲出外一身轻，倒转来三人搁两批身。对，你是安怎？去大陆探亲倒转，还是去观光？无你的身躯空空出去，安那会三男两配？你采购团的团员了。对，伊就讲对啊。我咧感觉咱国内的人吼，有足济吼，拢感觉讲外国的月亮比我们这边圆啦。啊，即摆出去吼，啊，这物件直直买啦，啊，这物件买，转来了后讲，这项物件台湾换咧卖呢，啊，结果伊买吼，伫外国买较贵，转来过海关的时都讲拍税，啊，买转来就讲，啊，这个咱台湾做的，所以我感觉讲唔免欣赏外国啦，是，啊，免欣赏讲外国会较好。对。其实啦，咱即马国内吼，一般的吼，百货公司咧卖外国货吼，已经吼真俗啊，因为政府吼为着吼要福利咱这个百姓啊，所以吼税金已经降足济啊。咱们台湾买嘛是共款，何必着走到遮尔那远去咧，对吧？是，所以咱苦劝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应该爱用国货。烧酒正熬啉，一摊又一摊啉袂停。烧酒哪会当解忧愁，解忧愁？为啥又愈啉心愈硬？怨叹着无情的男声。